早前喺一個訪問度咧，東方星就同游學修同香港幾個 YouTube 嘅大台咧就傾 YouTube 喺香港個發展。到底YouTube 而家係咩嘢咧？點解佢唔係開 Netflix？ 係點解佢唔係掃 IG？ 唔係掃抖音？唔係掃小紅書？佢係上 YouTube 喎。咁好多時咧，就係佢可能開住個電視，佢未必係手機，可能電視或者搭車或者乜嘢，佢需要一個長少少嘅陪伴。我又唔想睇劇，我又唔想專注，我淨係想要有個陪伴。咁啊真係喎！而家 YouTube 咧就好似啲人開車嘅時候咧，就開住個收音機，唔係在意到底咧個電視或者收音機有啲咩節目，但係咧就想唔好咁靜，有啲聲音。其實呢樣嘢咧都幾切合演算法嘅。因為喺 YouTube 度咧，佢哋嗰個着重點就係 retention 啦。而當任何人去做 live 嘅時候咧，個 retention 咧就應該會好過平時啲人做片嘅。原因好簡單啫，做片咧我有一個 intention 去睇你到底做咩片。你講到甩甩咳咳咧，其實我就走噶啦。但係 live 就唔緊要喎。live 咧，當我就算講得唔好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都會相對願意包容嘅。當大家只不過當係開着一樣嘢嚟聽，你唔會介意佢嘅內容好講成點啊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整體演算法就會覺得呢條片能夠吸引人留喺我嘅平台，能夠讓人多花時間喺 YouTube， 於是乎咪會覺得呢條片係非常之好咯。用戶行為就覺得呢個係陪伴，演算法嘅比分又會覺得呢一個係可以停留好耐嘅一條影片，整體嚟講幫助到個台嘅成長啦。